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珠海发生有人赛车弄人阵的事故，造成30个人死亡，40个人受伤。乡长那亲像是一个62岁查甫人，那亲像是因为离婚了后财产分配平不满，才会赛车弄入去体育中心。原来急救，原来救病的人斗3工，暗过其他人也唔知要安怎做。火车弄掉的人倒咧趴伫分散伫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环形跑道，62岁姓范的查甫人赛车冲击无差别冲动，造成囡仔甲妇人人在内重大死伤。伊伫弄人了后想要逃走，警方赶到现场，嫌犯咧自残。了后，限制魂袂送医。真侪现场人表示，迄时阵赛车跑道设一链，车速真紧，看嫌犯赛车的模样，感觉是挑工的。警方表示，嫌犯疑似对离婚了后财产分配不满才犯案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相关的指示，性质极其恶劣，要全力救治伤员，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安抚善后工作，要依法严惩凶手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。在现场有人用火蜡烛哀悼罹难者。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非工作人员不能进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民众迄时阵翕的影片、相片上传社群媒体拢被大量刷走。这赛车冲浪事件可能是中国数十年来向地面随机公用暴力行为。中国今年已经发生真侪暴力事件，包含这月山东大规模多情攻击造成71人死亡，迄时阵也受到当局严厉审查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